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ทั่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过去伫台湾庄脚的巷仔路边，总是会当看到正规牌用来做篱笆的丁仔花，发觉密密实的青叶，顶悬吊一拍一拍，亲像丁笼仔的大女洋花，是足侪人囡仔时代快乐的记忆。如今，随着祖厝一间一间互拆掉，丁仔花巷的踪影只有伫梦中慢慢走出了。好天气的日子，我在灯笼花的巷子里学骑脚踏车。爷爷的铁马又笨又重，好难驾驭啊！但我努力的学习，有一天我要骑着大铁马，载着竹篓筐，跟随奶奶到浊水溪的西瓜园帮忙。好天的时，我伫正规牌丁仔花的巷仔内学骑脚踏车。阿公的铁马足笨，阁足重，足歹骑的。不过我真拍拼学。有一天，我要骑一台大铁马，载米罗对阿嬷去落水溪的西瓜园斗骹手。一项物件之所以会伫数十年后悠然互人笑念，一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。裂变朱槿俗称号做丁仔花，因为伊的形状亲像丁笼，而且适合用来做围篱。伫农村社会，四界拢看会到。但是，即马围篱的花已经改条换代。只不过，遐个改良的花种一般拢是娇贵幼嫩，袂堪切热人的日头晒。迄段甲丁仔花做伙佚佗的日子，只有伫记忆当中走出咯。妈，你乌头要种啥物？种花啊！哦，要种啥物花？也无看到花啊！是要安怎种？你看，这都是花的枝条，这种花哦，用插枝的就会活啊。真的哦，啊，这是啥物花？等你注意，你就知。遮尼神秘。这是我昨昏去二轮啊，林芒果因兜的时，无意中看到的，即摆已经真罕得看啊。以后看卖，你的画册内面有画哦。哈哈，我知，妈，你最好诶。前一站，阮妈妈伫阮小小的门口埕边啊，插几落枝条。过无偌久，幼影孵出来。我详细甲看，原来都是丁仔花。我最爱这种花，伊是我细汉的时上接近的篱笆花。伫三合院甲外面庄头连接的小巷仔路面，正边是目睭一围满竹丛，倒边是摆较亲密的丁仔花，形成一片青色的围篱，
甲外面青冷冷的田洋隔开。妈，你阁会记你较早做厝头前有一条种几排顶仔花的巷仔路无？当然会记住啦，迄顶仔花拢是恁阿嬷种的。阿嬷种的哦。伊惊囡仔跋落去田里，毋则伫路边种一排顶仔花做围篱。文冠氏甲顶仔花叫做吊顶仔花，因为花蕊垂落来，就像挂伫树尾的红色灯笼啊。一排长长金骨力的树墙，挂骨落拍感仔红的花蕊，真醒目嘛，真好结条。阿比，你看，迄顶仔花有像咧跳舞无？嘿，就像的呢，那穿红色的蓬裙咧跳舞。迄卷起嚟的花瓣，甲春长的花蕊，袂输是穿蓬裙咧跳舞的水姑娘啊！风一个吹，伊手就画枪啊，对咧跳舞，姿态真迷人。阿华，你班花是要创啥？你片仔借我一个卖叮当哦。好啊，你看起来若像一只鸡仔。好，我嘛要学你，画你的片仔借我。嘿嘿，你看起来若像一只细只的鸡卵呢。嘿嘿嘿。阮就爱甲吊顶仔花的花蕊揽起来搭伫片头顶悬，互相创治。嘛会甲花瓣甲过鸟揽做伙炒，耍办公花啊。有时阵阁会揽拜拜烧了后的香菇鸭味，色水看起来非常的迷人。阿华，这花生有味咯，你食看卖。甜甜呢。我无骗你哦，就好食的对无？迄个年代无啥物四小啊通食，顶仔花的花蕊有时阵嘛变成小小的脆食面，互阮这爱食甜的囡仔人加减介绍一下。毋然呢，吊顶仔花的树墙嘛是我学骑铁马时阵上大的助手。伫我8岁迄年，妈妈一时想到，问我讲：“阿华，你有想要学骑铁马无？若会晓骑铁马，我就会当载米罗去溪底拾花园斗3工，安尼就表示我已经大汉啊。好啊，毋过铁马是阿爸的，足大台的，我下带是要安怎骑啦？免烦恼，妈妈有办法。”妈妈话讲煞，就甲米罗顶面的本担抽出来，摕一条稻草丝啊，甲本担缓缓绑伫铁马后斗的椅座顶。来，我甲你换咧，你爬起你坐。妈，我会惊啦。做你免惊，椅子啊坐好。来，正手换龙头。好，搁来，倒手换即排围篱。好，来，你骹踏豆豆啊行。妈，我脚无够长，踏袂着脚踏啦。哦，有影还阁差半笑呢。只不过我人细汉，坐起你椅座啊了后，双脚根本就踏袂着脚踏，敢若会当手画青梨，罔过眼。时间对巷仔口的顶仔花，开了又搁谢，谢了搁再开，也毋知过了偌久，我总算学会晓骑铁马咯。耶！我会晓骑铁马啊！并且嘛实现我的承诺，
徛起庄外的青仔树头，帮忙看顾西瓜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未演煞，咱先来插一个花啊！今仔日咱的主题讲到丁仔花，空中好朋友敢知影丁仔花伫过去的庄稼所在，上接用来做什么用途？这部上来，今日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为咱来讲详细。伫古早庄稼人住厝，甲厝边隔壁的隔界，也是讲大路边的内外的围界，普通拢有人去屠场啊啦，做庄仔场啊，爱开真侪钱，普通拢是为得利啊，比较较省，毋免阁开钱，也是讲家己种的试得啦，家己安尼撮咧来为一个得利吧安尼，安尼。家己的工忙苦忙多都免开钱啊，也毋过吹风晒紧呢，竹啊嘛会拗去，定定爱修补，安尼嘛是真费气啊！所以都有人讲无贵气，我来种树啊做梨树梨青灵灵、活灵灵，搁再会开红花，庄脚厝骹的迄个水，安尼一减二顾，望拉减细裤，实在真下输所以庄脚咧。都有真侪人种树啊来做青梨，树啊若种侪，空气就较清爽，看到嘛较看蒙蒙安尼，迄个环境会当人讲真正通风，真正自然。古早人咧种做青梨的树啊，主要的有两种，就是布姜甲丁仔花。布姜甲丁仔花拢是台湾原本就有的，毋是外来花哦。布姜开花浅蓝色的，伊的枝花叶啊，若拍打呢，错起来拍打，迄是天然的芒仔香。古早无芒仔香迄会用伊熏芒，热天熏芒足好用的。布姜茶甜酷酷，嘛会使刣甘露，互囡仔耍。老布姜嘛有真侪做药啊的迄个用路，所以布姜规丛拢是补。若讲丁仔花呢，做树梨呢，伊个叶啊规片青青，花蕊红光光，一开呢满满是，遮一粒遐一粒，顿仔像丁仔安尼，红红水水足好看的。所以讲丁仔花，也有人讲丁仔花红记记，查某囡仔念来擦胭脂，擦指甲。要耍的时呢，这个隔壁的囡仔伴拢逐个烧酒。来挽来佚佗安尼，丁仔花顿仔亲像讲迄个元宵迄个歌丁安尼来用耍甲真趣味。迄一当西瓜大丰收，阮后爸伫溪盘顶无用咧挽西瓜送货，阮后母嘛无通用，毋但爱对爆花顶担2担西瓜落去爆花骹互番仔，还阁照顾5回小妹。青仔树头是伫庄外小路甲连外道路的交叉路口，因为有一丛大青仔树，才号这个名。对青仔树头两边拖出去，路的双边拢是麻黄啊。麻黄啊树骹有真侪载满西瓜的梨仔架，听候外地西瓜贩仔来载货。阿华，
妈妈爱搁去无闲，你踮遮顾西瓜，等人来载，唔通黑白走哦。好，虽然我还细汉，不过伫迄个民风淳朴、大家拢真安分守己的社会，无掠囡仔绑票的事件，工庄头的伯啊、叔啊、姨啊、姆啊、婶啊，拢捌我，唔免烦恼会互人欺负。就安尼，伫凉风温温啊吹来满园啊树骹，我倒伫西瓜堆内面困去啊。梦中，我看到老爸摸一台彩色的电视机，下伫客厅的桌仔顶。妹妹，妹妹，哈，妹妹啊！恁妈妈爱过偌久才会转来？一位头顶乌色拍鸟帽的叔啊，咧问我。我妈妈咧报华顶无闲，等一下就来啊。我落目睭，看即个叔啊，甲边仔一位大我几岁的姐姐。哇，你红棍仔的顶仔花裤足水诶！你有介意？张丽，嘿嘿，多谢。即个姐姐竟然甲伊的顶仔花裤偷起来挂伫我的阿妈棍，我嘛真欢喜，甲因介绍阮兜的西瓜。过无偌久，妈妈对报话顶担西瓜转来车顶，两个大人谈论交易的细节。阮两个囡仔就咧边仔耍，出国转来挂花裤。咱来欢迎出国比赛得奖的选手阿华，咱即马来甲伊挂花裤。妈妈，你看，哦，这双做的顶仔花裤遐尼啊水。迄花裤是阮爸爸做的。阿华，有甲人说多谢无？多谢叔叔。乖。嘿嘿嘿。迄年暑假第一天，阿爸真正去买一台电视机，下伫客厅的桌仔顶。只是我已经袂记得是毋是彩色的。这是一箱西瓜，一排满园仔树，甲一串吊顶仔花裤，交一个甜蜜的画面。即马想起来，若像住伫顶仔花巷内面，所有的人拢甲吊顶仔花有一寡特殊难忘的缘分。三下面内面总共住6户人兜，万即嘛因兜的囡仔上高读册，尤其是细汉查某囝秋萍，成绩非常的好，连明星高中的主任拢来厝里招生。秋萍，你真无简单呢，连迄学校的主任拢来甲你鼓舞，你考入了安怎？应该袂去读啦。是安怎？离厝里伤远，通勤交通费伤伤，洗厝所费嘛足重的，阮兜袂堪值啦。你真会晓想，是讲无去读真无彩呢？袂啦，我会当继续读高中就好啊，读倒一间无真差啦。因为毋甘父母为经济世界走总，秋萍将其尾依然是选读就近的公立高中。伊逐工经过顶仔花巷，去柑仔店头前的公车站坐车去学校，尾暗仔才去顺顶仔花巷口的一时仔微光，转来已经咧无用煮食的三合院。当到了秋冬，也是落雨乌阴的时节，
天较早暗，秋萍行伫暗暗的巷仔内，若听到伫叶仔咻咻叫的声，总是会起鸡母皮。秋萍，你是安怎？阿母，拄则我经过竹仔那的时，风咻咻叫，足恐怖的。遮大汉啊，也阁会惊？无彩你遮够读册，也毋知影毛神仔拢是假哦。这甲是毋是够读册无关系啦。我自细汉就足惊暗啊，巷仔遐尼长，拢无路灯，迄滴血的声音又搁甲鬼仔骨足神的，有够惊人的。逐摆经过竹仔那的时，秋萍拢是册包膜咧用走的，一直到看到巷仔口的路顶照着的几蕊灯仔花，心内才会感觉较定着。这件代志一直到即马，还阁定定互三合面的长辈提起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当时三合面要听的时，秋萍人伫台中工作，还阁特别请假转来，坚持讲要保留灯仔花巷。歌灯对多数人来讲是光明甲节庆的象征，灯仔花对我来讲代表的是信任甲希望。伊袂输安全的瓦壳，又阁亲像感情的黏贴。伊带领三合面的囡仔拓展眼界，丰富见闻，嘛互暗顿来的人安心的力量。如今三合面风拆掉啊，灯仔花巷嘛消失啊。柑仔红的吊灯身影，悠然伫深深的记忆当中，探出厝的温度，从来毋捌停过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灯仔花》是由廖秀苗原作，罗讲师廖秀苗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，囡仔时代阿华叶怡欣演出，大汉以后的阿华朱银芳演出，囡仔时代阿华的老母林静玲演出，大汉以后阿华的老母陈美凤演出，阿斌、陈义如演出，西瓜花阿姐林子伟演出，细汉姐姐廖家谦演出，秋萍林明荣演出，万吉嘛韩浩辉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住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就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就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买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
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无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